解淨土殊勝為大業往生，橫出三界，同居橫具四土，開顯四教法輪，眾生圓證四土，圓見三身，圓證三不退，人民皆一生成佛。如是等聖義超絕，存在此二科點事，須遞言之。呢段解文係勸願勸行。大師講呢，淨土之所以殊勝，係大業往生，橫出三界。一般講呢，斷盡見思，證小乘阿羅漢果，或者大乘七信位菩薩，別教七住菩薩，先能夠超越輪迴。當今之世，冇一個人能夠做得到啊！倓虛老法師講過啊，佢一生睇到參禪得禪定者有，開悟嘅呢，一個都冇見到。參禪不開悟，不能出三界。得禪定呢，不過係生四禪天而已。黃念祖老居士講，密宗喺大陸近40年嚟，10億人口之中，學問有成就嘅只有6個人，唔成比例。下蓮居老居士對於禪密教都有研究，晚年一切放下，佛不離口，珠不離手。人家話佢迷喺佛號之中，佢聽而不聞，真係好榜樣。西方世界唔止大業就可以往生，更加係橫出三界。雖然生到梵聖同居土，其他方便實報直光三土呢，亦都同時生到。因為四土係平列嘅，方便土係斷盡煩惱者所生之處，實報土係發生大事所居，直光土係如來果地。我哋大業往生一品煩惱未斷啊，點能夠一下子就圓證四土呢？呢個都係呢阿彌陀佛本願功德加持所致，開顯四教法律。到咗西方，一切法門都能夠聽到學到，知此事實，應該放下一切經論。西方有阿彌陀佛係老師，諸大菩薩係同學道友，環境優越，何必有成？何必喺呢個地方苦苦去追求呢？縱然有時間讀呢啲大經大論，真係能夠懂？開經偈講願解如來真實義。李老師講，我嘅意思你都唔能夠解，仲能夠解佛嘅意思嗎？呢個係真話。我勸大眾念無量壽經，先念3000遍，每日3遍，念3年心就定啦。念時心要專要靜，其他經典一律放下。無量壽經比阿彌陀經講得詳細，阿彌陀經言簡意賅，唔容易懂。無量壽經可以幫助建立信心。我
近3年嘅功力，完全用喺無量壽經上，唔單止口念啊，要把經中教訓時時刻刻記住，變成自己嘅思想行為。念得越多，體會呢得越深且廣。經中義理無有窮盡，你用一生嘅時間念呢部經，其中義理皆無止境。用呢部經啟蒙，兼以奠定三資糧基礎，四教法論就係無量壽經嘅發揚光大。眾生圓正四土，比上面嘅橫具四土呢，要更加高啦，要更加深。圓正四土至少亦係等覺菩薩嘅境界，圓滿無欠缺啊！就係經中所講一生補處。呢個一生二字呢，係相關語，一生係唔要等第二生，又一生係一生到西方，即得到圓正四土，圓見三身，圓正三不退。呢種講法係合理嘅，有經文可以做證明，就係呢：眾生生者皆是阿鞞不知，同埋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。上善係指等覺菩薩，等覺以下稱為善人。西方世界係諸上善人聚會之處。佛介紹呢個法門咁詳細透徹，聽咗之後再唔相信，乃是善根福德不足啊！業障深重，應熟視之。下面兩段經文說明點樣往生，能否往生，非常重要。希望呢特別要注意。經又舍利弗，極樂國土眾生生者，皆是阿鞞不知，其中多有一生補處，其數甚多，非是算數所能知之，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說。十方世界人民一生到西方就圓正三不退。喺一般經論所講，修到十地法雲地菩薩先能夠圓正三不退，而且呢，其中多有一生補處。一生補處就係等覺菩薩。娑婆世界一生補處者，只有彌勒菩薩一人。喺兜率內院，等到56億7千萬年之後降世成佛。西方世界後補佛呢，無量無邊。十方世界如果有佛入滅，即往補其缺。西方世界如同後補佛嘅培訓所。解阿鞞不知，此雲不退，一位不退，入聖流，不墮梵地；二行不退，行道生，不墮二乘地；三念不退，深深流入薩婆若海。若此土，藏初果，通見地，別初住，緣初信，名位不退；通菩薩，別十向，緣十信，名行不退；別初地，緣初住，名念不退。今淨土五逆十惡，十念成就，
大業往生，居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也。阿鞞不知，梵語，意思係不退。三不退係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已經喺前面原意之中呢詳細解釋咗。如果就娑婆世界講，藏教初果通教見地，等於聲聞性嘅預流果；別教初住，原教初信，四教修行到呢個地位呢，名位不退，但只係喺斷惑方面相等，智慧不等。藏教初果比唔上通教見地，通教見地比唔上別教初住，別教初住呢比唔上原教初信，智慧功德呢唔一樣。通教菩薩，別教十回向菩薩，原教十信菩薩，名行不退。行不退中無藏教，別教初地，原教初住，破一品無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名念不退。念不退無藏通二教，此亦僅就斷惑而言，都係平等嘅。智慧功德完全唔同啊！原教初住比別教初地超越好多。五逆十惡做極重罪，佛喺一切經中啊，講喺一生中必墮地獄。五逆者，第一，出佛身血，提婆達多蓄意害佛。由山頂上面呢推一大塊石頭呢，係掟落佛嗰度。護法神由空中呢係接住，但係碎片跌落嚟呢，碰到佛足出血。如果害佛係結罪於一切眾生，佛係三界導師，使一切眾生聞法得道嘅機緣斷掉，罪過彌天。第二，殺阿羅漢，羅漢係得道之人，教化一方，如果害佢呢，乃是斷多數人嘅慧命。真善知識影響千年萬世，好似孔老夫子，在世並唔出名，未做過大官，一個普通不得志嘅人，不得已呢，回家以教學為務，遵照佢嘅教訓呢，必定得福。佢所傳呢係人天福報，功德尚且不可思議，何況佛嘅教化呢？係世出世間無比嘅功德利益。第三、第四呢，殺父殺母，父母對我哋恩德係最大，殺害父母乃屬性罪，自然墮無間地獄啊！地藏經呢有非常詳細嘅講述。第五，破和合僧。僧團乃培養佛教弘法人才之所，如果你破壞佢呢，呢個罪過亦都墮無間地獄啊！諸佛出世亦都救唔到啊！無間地獄時間亦係無量劫。十惡為身殺盜淫，口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，意呢貪嗔癡，做十惡之人，睇佢嘅用心如何啦，分
上中下三品，亦都有資格呢入地獄啊！而家呢啲罪惡嘅人都能夠十念成就，下品大業往生，證三不退。呢個呢，實在係不可思議。解言句教導，若是凡夫，則非初果等；若是二乘，則非菩薩等；若是二生，則非同生性等。又念不退，非復而生；行不退，非僅見道；位不退，非是人民。涅等則成大妄，進步則捨故稱。唯極樂同居，一切俱非，一切俱是。十方佛土，無此名相，無此階位，無此法門，非心性之極致，持名之奇分。彌陀之大願，何以有此？一生補處者，只一生補佛位。願彌勒觀音等極樂人民，普皆一生成佛，人人必實證補處，故其中多有此等上善，不可數之也。復次，釋迦一代時教為華嚴名一生圓滿，而一生圓滿之因，則末後普賢行願品中十大願王道歸安養，且以此勸進華藏海眾，遮乎凡夫麗燈寶柱，奇暢極談，不可測度。華嚴所品，卻在此經，而天下古今信鮮而多，自飯易食，如為有剖心瀝血而已。教係經典，佛所講嘅一切經教，道係道理。如果係凡夫，絕對唔係聖人；如果係聲聞緣覺呢，決定唔係菩薩。階級分得好清楚。若是二生，則非同生性等。二生呢，就係別教嘅三賢位；同生呢，係原教嘅初住位。同與別係講嘅真心本性，明心見性啊，與佛所用嘅心係同一個心，用真心啊，即為之同生性。未見性之前，用色心，同佛唔一樣啊，謂之異生性。呢個即係同生性同異生性嘅差別。別教三賢位嘅菩薩用色心，別教初地就用真心。造作五逆十惡嘅人，生到西方就證三不退。三不退就係同生性，比聲聞緣覺權教菩薩超過太多啦。喺道理上講唔通，念不退非復而生，念不退係原初住別初地，係同生性，絕對唔係呢異生性。行不退非僅見道，位不退非是人民。呢幾句話呢，大家都能夠體會。涅等則成大妄，涅等呢喺佛教稱為大妄語。進步則捨故稱。如果斷一品無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就係初住菩薩，唔係十信位菩薩。又好似中學生考大學咁啊，就稱為大學生。證得初果就係聖人，唔再係凡夫。證得行不退就係菩薩，唔係二乘。唯極樂同居，一切俱非，一切俱是。
前面所講嘅係正常現象，但係喺極樂世界就講唔通啦。煩惱未斷，本來係凡夫，一生到西方就係三不退發生大事。究竟係凡夫定係發生大事？話佢係發生大事，佢煩惱未斷；話佢係凡夫，佢證咗三不退。所以講啊，虛非又是虛事，十方剎土冇呢種現象啊，亦都冇呢類階位。如果唔係心性嘅極致，用真心本性達到咗極點，指能念嘅心係心性嘅極致，非同小可。持名嘅奇分，再加上彌陀本願威神加持，所以呢，先有呢種特殊嘅現象。一品罪業未消，生西之後就同原初住別初地嘅菩薩地位平等。上邊呢幾句話呢，講得咁透徹，無怪乎呢印光大師讚嘆呢部要解講啊，如古佛再來為彌陀經作注解嘅，亦不能超出其上。一般人輕視念佛法門，因為佢呢所講嘅太遠太妙啊，好難令人相信。但係佛講呢部經嘅時候，特別向當機眾嘅代表舍利弗講說全經。舍利弗喺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，可見呢，需要有好高嘅智慧先能夠接受呢個法門。華嚴會上文殊普賢發願往生，文殊喺諸大菩薩中智慧第一，普賢德行第一。喺無量壽會上，諸大菩薩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，說明呢個法門需要有智慧德能兼優嘅人先至有資格接受啊！足證任何法門啊，都唔能夠同佢相提並論。呢個地方亦都解答咗我哋一個重要嘅問題。羅什大師所譯《彌陀經》有一句經文係一心不亂，玄奘大師譯本係直譯，梵文原文唔係一心不亂。後人對一心不亂提出好多意見，是一心係斷見思煩惱阿羅漢嘅境界，離一心係原初住別初地發生大事嘅境界。讀咗呢一段解文，對羅什大師所譯嘅一心不亂就冇疑惑啦。五逆十惡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就證三不退。三不退係離一心不亂，為乜嘢？唔知道。藕益大師同我哋講啊，呢個係因為心性之極致，持名之奇分，彌陀之大願加持，由而自知。一生補處即係後補佛，佢嘅成就同佛完全相同，只係不在佛位。彌勒係呢個世界嘅補處菩薩，觀世音菩薩係西方世界嘅補處菩薩，極樂世界人民都係一生成佛，人人必實證補處。
生到西方世界要幾多時間能夠證到寶柱菩薩呢？阿彌陀佛成佛以嚟只有10劫，經中講其中多有一生寶柱，因有一個多字，證明喺10劫中寶柱菩薩嘅數字已經超過一半。依此推論，1至6劫往生者都已經升到寶柱菩薩嘅地位，估計佢嘅修行期限不過5、6劫而已。如果同娑婆世界3大阿僧祇劫相較幾乎係無可比擬。釋迦一代時教，呢度講釋迦就係代表西方世界以外嘅諸佛剎土，佢嘅狀況同娑婆世界略同。除咗淨土3經之外，一切經講，一個人喺一生中修行圓滿成佛，只有華嚴一部經講到善財童子53參，佢嘅地位係原教初住菩薩，每參訪一位，佢嘅地位就提高一層。53位之中，等覺菩薩有11位，參到普賢菩薩嘅時候呢，佢就圓滿成佛啦。善財喺華嚴會上參訪摩耶夫人嘅時候，佢已經係等覺菩薩。摩耶到彌勒10位善知識，佢已經久居等覺啦。彌勒介紹佢參普賢菩薩，普賢教佢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到極樂完成佛道。我哋對於呢件事要仔細咁樣思考一下。普賢唔單止勸善財一個人而係普勸華藏海會大眾，41位法身大士全部都求生極樂世界。華藏世界嘅導師係毗盧遮那如來，文殊普賢係毗盧遮那嘅左右助手。而家文殊發願求生，普賢普勸海會大眾，呢2位大弟子並未背叛老師，而老師亦都冇責備佢哋。呢啲事呢，我哋多想想呢，先至會對於淨土法門真正相信，亦先至會真正發心，達到心性極致。至於佢嘅成果，十方世界菩薩都唔了解。為乜嘢煩惱未斷？罪業極重之人，念幾聲佛號就能夠生到西方。佢嘅智慧德能就同等覺菩薩一樣。殊不知佢嘅德能都係阿彌陀佛本願加持，作為增上緣。我剛才所講5逆10惡往生嘅人，比作原初住菩薩。大師喺呢度講5逆10惡嘅人，生世之後，佢一切受用同等覺菩薩相同。大師講非九法界嘅眾生以自己嘅智慧所能夠明了，凡夫麗燈寶柱，其長極淡，不可測度。華嚴所講嘅一生成佛嘅宗旨就喺本經，所以本經係華嚴嘅歸宿同總結。天下古今相信嘅少，懷疑嘅人多，言語文字對淨宗討論嘅好多，
越多越唔明顯。有修有證嘅大德們，佢哋嘅注述裏面對淨宗多有懷疑啊。例如李長者嘅《華嚴合論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。《華嚴經》自古至今只有兩個注解，一個係清涼大師嘅，一個呢係李長者嘅。李長者喺清涼之前，佢要為《華嚴經》做注解，打算揾一個清靜地方。上山嘅時候呢，遇到一隻老虎，佢攞住拐杖啊，仲敲下個老虎頭啊，同老虎講啊：我要揾一個清靜地方為《華嚴經》做注解。你知唔知道？老虎搖下尾巴呢，就帶佢行到一個山洞，原來係老虎竇嚟噶。老虎搬家，讓佢喺嗰笪地方度住經。有一日，忽然由祠堂裏呢出嚟兩個小姐，服侍佢嘅飲食。2年之後，住經就嚟完啦。佢諗下呢兩個小姐侍候咗佢咁耐，都唔知道佢哋嘅姓名，呢個念頭一動呢，再揾呢兩位小姐已經不知去向啦。呢個呢，乃是天人供養。佢喺合論中講：西方是權，華藏是實，華嚴大，西方小。以李長者嘅道德修持，對西方淨土仲有咁樣嘅偏見啊，何況其他呢？藕益大師講啊，黐飯易食啊，就係暗指李長者而言。經舍利弗，眾生聞者，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。所以者何？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。世尊叫住舍利弗，亦就係叫住我哋，勸導我哋應當發願，願生彼國。華嚴係世尊一代示教嘅根本法門，一切經都係華嚴眷屬。根本嘅歸宿就係西方極樂世界。一般人呢，唔能夠相信，總係善根尚未成熟。藕益大師苦口婆心為我哋開導，將呢啲疑難一層一層解答。明白之後呢，應當發願求生，先至唔辜負大師嘅苦心啊！呢度佛又勸勉我哋求生淨土。淨土嘅殊勝就在於諸上善人聚會一處。世間善有少，惡有多，鼓勵我哋放下慢緣，專修呢個法門係善友。如果勸我哋講啊，《華嚴經》好好，要多睇下，《法華經》亦都唔可以唔讀啦。呢個唔係善友，咁樣一嚟呢，就分心，亦都夾雜啦。縱然努力，亦係雜進而非精進。人一生讀呢一部經就夠啦。不但誓願放下，佛法亦要放下。能夠咁樣呢，冇一個人唔往生。解前羅漢菩薩但可云善人，為補處居恩惠之極，故云上，其數甚多，故云諸，俱會一處，又言凡聖同居。尋常由實性過去有漏業，權聖大慈悲願，故凡夫得與聖人同居，
自實性灰身，權勝機盡，便星沉石異。苦樂懸殊，乃暫同，非究竟同也。又天壤之間，見聞者少；幸獲見聞，親近暴摧者少。又佛世聖人眾多，如真如碎，不能遍滿國土，如眾星微塵。又居雖同，而所作所辦則迥不同。今同以無漏不思議業，感生俱會一處，唯師友如圈如池，同進無明，同登妙覺。是則下凡眾生於念不退中，超盡41因位。若為是凡夫，卻不力而生必寶佛跡，與觀音勢至無別。若為是一生寶處，卻可名凡夫，不可名等覺菩薩。此皆教網所不能收，擦網所不能麗。羅漢菩薩都可稱為善人，只有寶處菩薩可稱為上善。寶處菩薩為數甚多。我哋娑婆世界亦係凡聖同居土，實性係真實嘅聖人。過去有漏業仲未斷乾淨，好似一般羅漢辟支佛，證到初果之後，天上人間仲要7次往來，因為佢嘅漏業未斷盡啊。見惑斷盡，而思惑未盡，所以呢，佢必須要嚟。權勝係權巧方便大權事業，好似觀音勢至地藏菩薩，久遠劫之前已經成佛，示現喺世間，同我哋住埋一齊。好似法照見文殊，文殊係大權示現。慈悲三昧水懺講嘅迦洛迦尊者係一位阿羅漢，佢嘅道場喺四川，悟達國師同佢有緣見到啦，而緣只有一次。向無二次，聖人雖多，如真如碎，不能遍國土。喺西方就唔同啦，諸大菩薩可以天天見面。佛在世嘅時候，上隨眾有1255人，菩薩眾不計其數。以舍衛大城為例，有10萬人口。佛喺城中講經多年啊，親自聽佛講經嘅約有1/3。知有佛而未曾見佛嘅，亦有1/3。其餘呢1/3唔知道有佛呢個人啊。雖然同居在一起，而所作所辦不同。聖人所辦嘅係求生極樂世界，勸導一切眾生往生；凡夫所辦嘅呢，係名聞利養、貪嗔癡慢、輪轉六道嘅事啊。西方世界凡聖同居土同埋十方世界凡聖同居土大不相同。大師講啊，今同以無漏不思議業，感生俱會一處，唯師友。無漏不思議業呢幾個字好重要。如果指聖人，應該冇問題。如果講係下劣凡夫嘅往生者咧，恐怕就擔當唔起啦。此有所疑。但係經上又講啊，不
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可見呢，凡係往生嘅人都具足多善根福德因緣。觀經上品上生章，善導大師為我哋開示得好明白啊！如果唔係多善根多福德啊，同佢講，佢唔會相信。佢能夠相信，係多生多劫善根成熟，更加能夠發願求生，係多福德。大師呢喺解文中講：心性之極致，持名之奇分。呢兩句好有分量。心性無量無邊，念一聲佛號就有無量無邊嘅福德。真信切願一心持名，即心性之極致。彌陀名號呢，亦係自性嘅德號，自他不異。我哋用心性極致，名號功德亦都變成極致，無漏不思議業。再加彌陀本願功德作為增上緣，先至能夠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。為師為友啊，所以成功快速，如絃如瓷。呢個係詩經語啊，絃瓷係古時候嘅樂器。絃呢個字呢，讀音係絃；瓷呢個字呢，讀音就係瓷。兩種聲音相和，形容兄弟和睦啊。係講生到西方同等覺菩薩好似同兄弟一樣有愛，大家喺埋一齊。佢哋尚有一分生相無明未斷啊，而我哋亦都同佢哋同盡無明。見思塵沙就唔使講啦，唔只係正三不退，乃是圓正三不退。等於等覺菩薩，同登妙覺啊！妙覺係圓教佛果。五逆十惡，乃是下等凡夫，生到西方同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超越咗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覺41因位。可見啊，生西以後啊，唔需要三劫四劫，好快就證得寶處佛位，更加可以推知西方世界寶處菩薩佔大多數，大業往生嘅凡夫喺一生中就可以寶佛位，同觀音世佔冇分別。喺同居土之中啱啱往生嘅，見思未斷，無明未破，仍然係凡夫身份，唔係等覺。所以西方世界啊，就好似前面所講啊，一切俱非，一切俱是。此界教網所不能收，擦網所不能麗。教網即係釋迦牟尼佛49年所講嘅經教，未講過呢件事。一切諸佛剎土亦冇呢種情況，此乃心性之極致，名號功德不可思議，彌陀本願威神加持啊！淨土法門極樂同居，超越一切諸佛剎土。今日有幸遇到，只要依照經典嘅理論同方法修學，不久呢
就係西方極樂世界梵聖同居土中嘅大聖人。解：當知吾人大事因緣同居一關，最難透脫，唯極樂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，了此方能深信彌陀願力，信佛力，方能深信名號功德，信持名，方能深信吾人心性，本不可思議也。具此深信，方能發於大願。文中應當意志，即指深信，深信發願，即無上菩提。合此信願的為淨土指南，由此而執持名號，乃為正行。若信願堅固，臨終十念一念，亦決得生。若無信願，縱將名號持至，風吹不入，雨打不濕，如銀牆鐵壁相似，亦無得生之理。修正業者不可不知也。大本阿彌陀經亦以發菩提願為要，正與此同。佛喺呢部經中明白同我哋講，西方世界成就嘅殊勝莊嚴，時間唔長。第一段介紹依報嘅環境，類似辦學校，喺短期內校園嘅建設美輪美奐，設備嘅齊全，冇絲毫欠缺。第二段講到正報嘅莊嚴，介紹導師阿彌陀佛為最優秀嘅老師。聲聞菩薩一生寶處係學生修學嘅成就。從呢兩段經文觀察，十方諸佛剎土不能相比，將極樂世界嘅好處講到盡啦。我哋既然知道呢種實際情況，邊有唔向往嘅道理？呢一節同我哋講一件大事因緣，即係生死大事。喺六道之中，想了生死出三界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，難在於斷煩惱、迷惑造業受苦，構成咗輪迴。受報嘅時候不知自省，更加迷惑，越迷越深，就一世不如一世。西方極樂世界嘅同居土冇六道，同他方世界嘅同居土唔同啊！西方世界係一真法界，亦冇十法界。佢嘅四土係橫列嘅，一生一切生往生嘅人所帶嘅舊業多少唔相同，帶得少嘅係實報莊嚴土、常寂光土，帶得多嘅喺方便有餘土、梵聖同居土。事實上係一真法界啊！無論邊一度嘅眾生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都同等覺菩薩平等。無量壽經同埋48願都咁樣講，如非一真法界絕無呢種情形。觀經講有實相、觀想、觀像、持名念佛四種。十方眾生能夠生到極樂世界，以持名念佛往生者居多，因為佢最容易、最簡單、最快速、最穩當、自圓自頓嘅第一法門。
無量壽經中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嘅條件係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再睇三背九品同讀其他大乘經典回向往生者，通通係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48願之中第18願係一向專念，十念成就。第19願係發菩提心，可見發菩提心一向專念，有彌陀本願做依據。佛喺觀經中所講嘅菩提心係至誠心，深深回向發願心。馬鳴菩薩喺《大乘起信論》裏邊講菩提心係直心、深深大悲心。呢啲名相咁多，講都講唔清楚。蕅益大師喺呢度同我哋講出咗一個最簡要嘅定義：深信發願就係無上菩提心。所有至誠心、深心、直心、回向發願心、大悲心，通通包含喺呢一念之中。大師呢，一語道破，唔識字嘅老太婆乜嘢叫菩提心，佢唔知道，但係佢有真信切願，最後佢身無病苦，坐住往生。所以大師講啊，合此信願的為淨土指南，由此而執持名號，乃為正行，非常重要。若信願堅固，臨終十念一念，亦決得生。大師講得非常肯定啊，就係講得生與否，全由信願之有無。有信有願，同阿彌陀佛願力相應，同自己真心本性相應，縱有感應，亦都不必歡喜，只係把功夫用喺信願持名上面就得啦。假如持名功夫做到家，而信願並唔真切，亦係枉費功夫。有人對世間事放唔低啊，兒女親眷、財富、事業，樣樣都唔捨得，只要有一點牽掛，就去唔到啦。真正功夫係對世間一切法睇清睇破，呢個呢係叫做斷得。對西方向往嘅意志非常強烈啊，尚有可為。3. 正是行者持名號以立行。經舍利弗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若1日、若2日、若3日、若4日、若5日、若6日、若7日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，是人終時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佛同舍利弗尊者講呢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啊！善根係深信，福德係持名，發心念佛係世出世間最大嘅福德。人天福德少，異性權教菩薩嘅善根少，半信半疑啊！有人呢，將呢個法門介紹俾其他人，認為自己係上根利智啊，應該學經教參禪，
對於念佛呢，不屑為之。世人有信佛多年，肯信亦發願，而唔能夠往生嘅呢，乃放唔下世緣啊，拋唔低感情啊，為世事所累，乃福德不夠啊。淨土理論同事實應該先搞清楚，多講多聽，一次兩次效果唔大啊。我自己呢，就係一個例子。呢一次講嘅要解同去年所講嘅唔同啊，其中呢，有過去從嚟未講過嘅，觀察體會一年比一年深刻，一年比一年呢明了。唔係我去年論法唔肯講啊，去年呢我亦唔知道，而家體會到從前道綽禪師講淨土三經一論呢，講咗200幾篇，可惜佢老人家嘅注解冇遺留落嚟。今日所睇到古大德嘅注解流通最普遍嘅，就係蓮池大師嘅疏鈔，同埋幽溪大師嘅圓中鈔，以及呢藕益大師嘅要解。今日能夠聽到呢部要解，乃是善根福德因緣同時具足。各位同修，過去生中同阿彌陀佛結咗好深嘅緣，佢所以未能夠往生者，一定係以上3個條件缺咗一個。如果具足呢，呢一生就係最後生。生喺呢個時代，聽經有錄音帶同埋錄影帶，聽幾十遍就能夠將我哋從迷情之中喚醒過嚟。呢個係真相緣，善根福德係親因緣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。呢度所講嘅善男子善女人，佢嘅標準同一般經典所講嘅善男子善女人唔同啊。彌陀經所講嘅善男子善女人，就係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，亦就係前面所講真信切願一心持名嘅男子女人。聞說阿彌陀佛，聞係聽咗之後有強烈嘅願望，執係執住，持係保持不失掉，心中只有阿彌陀佛，妄念一生起，馬上想阿彌陀佛嘅像，口中接住呢就念佛，一心不亂係我哋念佛嘅目標。大勢至菩薩教我哋正念相繼，心想佛，口念佛都冇間斷。如果有雜念呢，就唔相應。雜念妄想起嚟係正常嘅現象，唔好去理佢，專注於佛號，妄念漸漸就會少。通常呢，功夫得力喺2-3年之後，每一個鐘頭有2-3個妄念，已經算唔錯啦。妄念不斷，總因世緣放唔下。而家呢，我哋打佛七係根據彌陀經所講，7日可以成就。只要修到一心不亂呢，想往生就往生，生死自在。7日
念得相應先得。如果唔相應70日呢，亦都冇用。解菩提正道名善根，即親因；種種助道施戒禪等名福德，即助緣。聲聞緣覺菩提善根少，人天有漏福業福德少，皆不可生淨土。唯以信願執持名號，則一一聲，悉具多善根福德，散心清明，福善亦不可量，況一心不亂哉。呢段注解，大師為我哋說明能唔能夠往生嘅狀況。菩提正道，正道即係大乘佛法中嘅真如本性。菩提正道，即係明心見性。喺正宗之中講，即係深信，深信確實有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深信釋迦佛為我哋介紹確實真實不虛，深信十方一切諸佛如來證明釋迦牟尼佛所講嘅確實冇錯。呢個係我哋得生淨土、一生成佛嘅親因。一般講嘅46道、37道品呢，都係屬於助緣。我哋真正發心願生淨土、親近阿彌陀佛，呢個46道、37道品亦都全部都具足啦。一生處世，待人接物，有一絲一毫嘅善心善行，都回向西方求生極樂世界，唔求今生來世嘅人天福報，只求往生西方，莊嚴淨土，此心方順為殊勝嘅助緣。古人講啊，信願持名為善中之善啊，始終道理好深。明心見性嘅菩薩，對於呢種事理尚且唔係好清楚。如果唔係佛對我哋講出嚟，點能夠知道呢？凡夫業障習氣重，佛雖然講明白，但係仲唔一定相信。而大菩薩智慧高，聞而警悟，所以普賢菩薩以10大願王接引華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，比較容易。世尊喺呢個世界勸我哋求生淨土難，呢個法門謂之難信之法。如果聽咗之後能夠信，並且接受奉行，就係佛喺無量壽經所講嘅，過去生中無量劫修行，善根福德今日成熟，否則唔會接受。但係呢種人呢，始終唔多。解故使感應道交，聞成印懷，彌陀聖眾不來而來，親隨接引，行人心識，不往而往，託則寶蓮也。聞成印懷呢，比喻念佛功夫成就，功夫呢在乎一念，念到純一就感應道交。阿彌陀佛同菩薩聖眾點解講不來而來呢？來同往係從事上講嘅，事上確實有；從理上講呢，冇來往。諸佛菩薩係眾生心中變現嘅，眾生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極樂世界亦係眾生自性
變現嘅，唯心淨土並未離開心外。阿彌陀佛嚟接引係自己信願行嘅感應，信願行係能感，佛菩薩仍然係所感。行人心識往生，非身體往生，身體係我所，心識先至係我。解善男女者，不論出家在家，貴賤老少，六趣四生，但聞佛名，即多劫善根成熟，五逆十惡皆名善也。呢度指凡往生者，多劫善根成熟，無論在家、出家、貴賤、老少、六道以及胎卵濕化，都名為善。例如呢，《密遊如此》中所記載嘅畜生往生者好多。倓虛大師講啊，民國初年諦閑老法師住持頭陀小廟嘅時候，有一隻大公雞呢，念佛往生，佢亦都可以稱為善男子。聞係聞為，聞而信，並且發願求生，就用一個聞字代表，即係呢，多生多劫嚟嘅善根成熟啦。世尊喺《無量壽經》中講得好透徹，阿闍王子同埋500長者喺過去生中曾經供養400億佛，佢嘅善根福德已經唔少啦。呢一世呢，又遇到釋迦佛，以居士身聽佛講經說法，希望將來自己成佛，要同阿彌陀佛一樣，只係動咗呢一個念頭，並冇發願求生淨土啊！供養400億佛，善根尚未成熟啊！換言之呢，呢一生中聽到阿彌陀佛名號，能夠信，能夠願，一切放下求生淨土，佢嘅善根決定超過阿闍王子。呢種人唔多，我哋而家勸人念佛，人哋唔相信，乃是正常嘅現象。五逆十惡之人，過去世有善根，喺呢一生未遇到佛法，造作五逆十惡，臨終遇到善緣，經善知識指導勸勉，一聽呢就相信，即刻接受，念佛求生，好似唐朝張善和呢個例子，乃多生多劫善根成熟。呢個善惡嘅標準唔係用平常一般觀念嚟衡量，係要呢以累世因緣所建立嘅善因為依據。解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，以名召德，罄無不盡，故即以執持名號為正行，不必更涉觀想參究等行，至簡易，至直接也。聞而信，信而願，乃肯執持；不信不願與不聞等，雖為遠因，不名聞慧。往生係建立喺3種不思議嘅基礎上：一、心性不可思議；二、能念之心不可思議；三、名號功德不可思議；
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，以名照德，罄無不盡，將阿彌陀佛嘅功德變成自己嘅功德，因為阿彌陀佛係自性彌陀，西方世界係唯心淨土，自己嘅心性同佛嘅心性係一，唔係二，所以一切法從心上生，要專想彌陀，先能夠把彌陀變成自己，氣氛交接啊，真係能夠感應道交。修淨土嘅，以執持名號為正行，智慧簡易直接，唔使觀想參究，所有一切經論應當通通放下，並唔需要第二個法門，心立刻清淨，聞而信，信而願，三資糧具足啊！如果不信不願，等於不聞。世出世間法有一樣放唔下，就表示信不真，願不切啊！念佛再多，亦都唔能夠往生。心中念念都係阿彌陀佛，絕對唔讓任何一法參雜喺自己心中。如若不然，只係種個原因而已。古人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專念，就把我哋冇成熟嘅善根培養成熟。呢個係我哋能夠做得到。當然，呢度仲有一個重要嘅因素，就係因緣。我哋能夠遇到藕益大師嘅要解，講得咁透徹詳盡啊，善根福德差一啲嘅，亦都能夠把善根福德提前成熟。解執持則念念憶佛名號，故是思維。現有是持理持，是持者信有西方阿彌陀佛，而未達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但以決志願求生故，如子憶母，無時暫忘。理持者信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，是我心造，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，為繫心之境，令不暫忘也。聞思修分開講，先至能夠把理事講得清楚。實際上，聞思修三位、信願行三資糧，都喺一念之中。一句佛號具足三資糧，亦具足三學界定位。三位聞思修，呢三學三位三資糧展開嚟，就係釋迦牟尼佛49年所講嘅一切法，全部呢收喺一句名號之中。執持名號有理持、事持嘅分別。事持係真正相信有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而未達到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但係求願往生嘅心呢，非常懇切，如子憶母，無時或忘。呢個呢係事持。理持係信阿彌陀佛係我心具，係我心造。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剎土，依正莊嚴，都係自性變現。
理上明了係解悟，悟後起修可得正悟啊！無論呢詩詞理詞，外表上睇上嚟都係一樣，精進不懈，信心堅定，但唔係上智下愚嘅中間分子呢，最為難度啊！古人勉勵我哋學儒，學智呢唔容易啊，學儒仲可以辦到。肯學儒嘅人就係經上講嘅善男子善女人，一切呢都捨掉，一部彌陀經，一句阿彌陀佛，其他全部都唔要啊！呢個係愚不可及者。解一日至七日者，克其辦事也。利根一日即不亂，頓根七日方不亂，中根二三四五六日不定。又利根能七日不亂，頓根僅一日不亂，中根六五四三二日不定。念佛法門，一日到七日能夠克其取證。各位諗下，邊一個法門七日能夠成功？所以就連法相宗開山祖師窺基大師啊，都讚嘆呢個法門為頓極嘅大聖。佢寫咗一部《彌陀經注解》呢，叫做《通讚疏》，讚揚淨土啊！因為念佛七日能夠成就，利根者一日就能夠得一心不亂，頓根者七日方不亂，中根二三四五六日不定。如果能夠一心不亂，就生死自在。淨土中打佛七就係根據呢段經文。真正打佛七念佛呢，過去李老師曾經對我哋講過，台中蓮社雖然建立咗40幾年，精進佛七呢只係舉辦過2次。李老師親自主持啊，參加精進佛七嘅人數唔能夠超過10個人。每一個人嘅狀況，主持師都要予以指導糾正。人多呢，照顧唔到啊，稍有差池就會招到魔障。喺嗰2次中，亦有人招魔，世間所謂嘅神經病。李老師用1年嘅時間加以輔導，先至將呢個人恢復正常。以後呢，就唔再打精進佛七啦，只係辦佛七法會。魔障之來係由於有所希求，求神通求感應，心不清淨。彌陀經講7日，無量壽經講齋戒清淨，一心常念10晝夜不絕者，講嘅係10日。古音王經亦講10日，大集經講7個7，即係49日。般舟三昧經講嘅係90日，3個月。文殊般若經講嘅亦係90日。諸經所講克其求證嘅時日長短不同，以彌陀經為呢最短最簡易，人人可行啊。何況無量壽經中又講啊，晝夜常念，願欲往生阿彌陀佛清淨佛國，10日10夜
乃至一日一夜不斷絕者，壽終皆得往生其國。總而言之，只要一心，不論時間長短，都能夠往生。至於品位高下，就要睇念佛功夫嘅淺深啦。所謂淺深者，即在相應，同阿彌陀佛行願相應者深。更簡單嘅講法呢，同定位相應功夫深嘅心定位開啦，能夠斷煩惱、破無明，品位自然高。念佛功夫淺呢，定位弱，能伏煩惱，不能斷煩惱，品位呢就低，唔難體會啊。解一心亦二種，不論事持理持，持之復除煩惱，乃至見思先進，皆是一心。不論事持理持，持至心開，見本性佛，皆理一心。是一心不為見思所亂，理一心不為二邊所亂，即修慧也。一心呢亦有兩種，不管係事持理持，因上呢係一樣嘅，果上亦都一樣。譬如我哋凡夫，雖然聽講唯心淨土、自性彌陀，對於乜嘢叫心性呢，仲冇搞清楚。如果完全明白，就明心見性係法身大事。上智係指法身大事，原教初住以上嘅菩薩，乃屬於理持。未證得法身，統稱為事持。玄奘大師喺八識規矩頌裏邊講啊，愚者難分識與根啊！呢個愚者指阿羅漢嚟講，不論事持理持，都係真信切願一心持名，因呢係一樣，等覺同凡夫係平等嘅，因平等，果亦平等啊！生到西方都係圓正三不退，文殊普賢理持，瑩阿呢係事持，佢同文殊普賢一樣啊。論功夫，不論事持理持啊，伏絕煩惱唔起作用，平常稱之為功夫成片，屬於事一心嘅功夫嘅淺者。假如將見思斷掉，乃事一心嘅功夫深者。喺教下講呢，見惑三界有88品，思惑有81品，能夠斷幾品，乃事一心嘅淺者。如果全部斷掉，屬於事一心圓滿。所以呢，事一心之中呢，亦有3倍9品，不管係邊一種持法，只論斷煩惱功夫嘅深淺，不問事持理持，持至心開，見本性佛。開呢，只開悟，念到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見性就係見本性佛。破一品無明，證一分法身，見一分本性，謂之理一心。無明有41品，原初住破一品無明，見一分本性佛，
可見靜中所講嘅理一心不亂，係原教初住菩薩，別教初地菩薩。理一心亦有41品，從初住到等覺品位逐漸提升，得到事一心啦，唔會俾見思煩惱所亂，心係定嘅。三昧係定，念佛三昧即係念佛嘅定地，心定喺西方極樂世界，定喺阿彌陀佛。除咗阿彌陀佛、西方極樂世界之外，通通放下，不為六塵所動。世間法常講咧，八風吹不動。世間嘅名聞利養五欲六塵不動心，出世間法亦都不動心，得到事一心，貪嗔癡慢疑都冇啦，得到理一心，不為二邊所亂。呢個二邊呢個詞係指一切法都係相對嘅，世間人生活係喺相對嘅空間，講大一定有細，講長一定有短，講是呢一定有非，一切法都係兩邊對立嘅。如果證到理一心，兩邊呢亦就冇啦。兩邊不立，中道無處。心清淨一念不生，所謂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。所有一切妄想執着都冇啦。呢個呢為之修慧啊！念佛如果得唔到受用，就唔算係真修啊！其他人讚嘆我，心裏好高興，自己覺得得意；其他人誹謗我，心生憤恨，都係屬於煩惱啊！為乜嘢？人哋能夠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。講穿咗呢，冇其他嘅，佢哋喺世出世間法不動心。我哋呢，稍微遇到一啲挫折，心裏邊呢就唔高興。雖然日日念佛，只可以講得話係同西方世界結個善緣而已啊！此生往生無望。往生嘅人不動心，佢將呢個世間通通捨掉啦，同我唔相干啦。我借呢個身體念佛往生極樂世界，不但毀謗讚嘆唔相干，打我鬧我亦唔相干，連身體都唔要啦，何況係身外之物呢？呢個係往生西方嘅起碼功夫，所以睇到榮華富貴，絕對冇一絲毫羨慕嘅心，呢個先至能夠不為見思所亂。就通途嚟講呢，唔好講斷見思，復見思都非常困難，你要靠定啊。所謂定共戒，定中有戒，戒中無定。定能復見思而不能斷見思，復嘅功夫越深，生天嘅等級越高。天呢有28層，生天唔能夠出三界啊，
想出三界必須斷見思煩惱，四禪八定謂之世間禪定。淨土法門講大業橫超，有伏煩惱嘅功夫就能夠往生。伏煩惱要定，所以叫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就係定啦，亦即係平常所講嘅功夫成片，乃係最起碼往生嘅條件。真正求願往生嘅人，要把呢個世界真嘅放下，世出世間一切立立雜雜嘅東西，通通都係障礙，唔好放喺心上。解不為見思亂，故敢變化身佛，及諸聖眾現前，心不浮起。娑婆界中三有顛倒，往生同居方便，二種極樂世界。呢段解文講念佛最殊勝嘅果報。前面經文有一段講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，是人終時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同諸聖眾前嚟接引，不為見思所亂啊！呢句最重要。如果達唔到呢個標準，就唔能夠往生。平時對世法佛法都能夠唔起心唔動念，即能不為境界所亂，決定往生。呢種功夫係能感，佛嚟接引係所感，心中唔再有娑婆世界嘅三有。三有係欲界有、色界有及無色界有。換言之呢，天上人間一切境緣都不動心，可以生到凡聖同居土同埋方便有餘土。